阿只说花花，你嘛是些兔子的孕妇郎哦，马蹄头蹄头是车子，只黑只挂比你是蹄子，你是里只挂去远哦。呀姑娘，马里一咋个有时一爸爸哦，只说米大妈耶稣娘，马里里远嘛咋弄哦。耶稣只说后来嘛家米耶出路哦，马里耶若是的，你不个干呢，伊话嘛做嘞好事体。马里耶是什么哈玩家嘛瓜比，一个对瓜咋弄个了？一咋个有时耶对着手提着牙齿，马里的操作没结果，啥道理子你嘛是呢？一代可叔叔皮个那嘛都家喽。一出溜都家个干呢，是怕子都提着一代一面瓜木个拉丝，他不吃在里子入手。马里亚比做了好那嘛，他都家面，阿六百年伊那是什么哈瓜比，咱女二两嘛伢咯，伊眼咋提着很拉我，咋个提着眼一把学不得，最瓜比就多了那个送伢呢，奴眼一代耶稣米个那个咯，别咯。有时一面花起来呢，是怕一直都里，别嘛的确实马里的一是嘛一那嘛，一挂好得家咯，阿么二干嘛呢？不啥也别去挂比伢咯。